这算是平安水，为了因应这个武汉肺炎，政府出手要救产业，要救经济。立法院三读通过纾困条例，行政院今日嘛开会审查600亿的纾困预算。其中劳动部将以10亿要推动安心的就业计划，补贴减班休困无做实落岗的薪水，上济使补贴11000块。另外，受到这个重伤这个观光旅游业，交通部嘛提出8块要鼓励人才转型的培训，希望讲协助这个业者呢度过这个难关。特别28年假，但是因为武汉肺炎，真侪人取消出国计划，观光旅游业遭受重伤。行政院定案交通部提出了142.3亿纾困方案，其中8亿用在人才转型培训，每小时补助158，每一个人每个月补助时数120小时。我只是觉得很矛盾，因为你现在这疫情就是希望你们不要群聚感染，那你现在又把人送去培训，那是不是又增加大家群聚感染的风险？业者有感受到政府的美意，但是嘛担忧无法度出团的导游领队生活。很多人就是现在先观望，都在吃老本。专业领队们是不是给予一些补偿，甚至说给他无息贷款？另外受影响的，若是观光旅游业，劳动部已经准备新台票40亿外，其中10亿推动安心就业计划，补贴减班休息、落岗薪水，无薪假落岗相关补贴11000。各项纾困方案陆续出来，行政院嘛快速通过600亿特别预算，保持维护社会稳定。